中国暴政一方面不断加强针对东突厥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，另一方面试图消除维吾尔民族价值观和文化遗产。据报道，原喀什中学第6中学被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，附属喀什中学。中国当局试图将东突厥斯坦的学校、乡镇和街巷的名称进行汉化。土耳其阿克萨拉伊灰狼组织在7月15民族意志广场举办图片展览会，以介绍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同化行为。展览现场播放了著名维吾尔民族歌唱家阿布杜瑞伊木哈伊特的歌曲。另一方面，东突厥斯坦民间组织协会访问了当选在丁波尔诺市长的奥梅尔·埃尔索伊。台湾总统蔡英文指责中国试图利用武力寻求主权。根据台湾中央新闻社报道，在首都台北的印度太平洋安全论坛上发言的蔡英文表示，中国解放军及其船只正在加强在台湾陆地和领空的活动。他认为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中国试图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。关于中国军队在台湾领空附近飞行的远程轰炸机，蔡英文说，这些行动不会吓到我们，只会增加我们的决心。美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首次被部署至中东地区。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新闻告称，美国空军机联队的 F-35A 闪电2型战斗机于4月15日抵达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。这种战机将增强联军在该地区的作战能力。以前，以色列是第一个在该地区使用 F-35的国家。巴黎圣母院屋顶15日在一场大火中全毁。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二承诺，将在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。马克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，这座有着850年历史的建筑将被重建得更加美丽，并呼吁市民将这场灾难变成团结起来的机会。大火已被扑灭，专家们正在评估损失。与此同时，各界发起捐款协助重建工程。不到24小时内，企业的大额捐款总额已逾7亿欧元。